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3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俊。新闻头起先刷紧来关心新北市三峡区下晡发生驾驶爆炸意外，这现场是伫咧6层楼公寓的3楼，规个是棚架密密麻麻。咱为画面当中会当看到发生爆炸时阵，这窗仔门是规个棚架飞出去，甚至连对面住户的玻璃嘛有必损。公寓内埕拢总是碎玻璃甲窗仔门孔，也阁有生活用品。好在在是无阁引起火灾。警消赶到现场是将受伤的2个男性、3个女性拢总送医，性命拢无危险。详细爆炸原因要该调查。咱过来看云林县虎尾分局的侦查队，今仔日去到台中市的清水区，准备要掠一个庆炮通缉犯。迄当阵，警方的车甲通缉犯的车动落来，小队长落车要去搬走，煞互通缉犯驶车甲弄一个腰脊骨折。目前伊是无性命的危险，毋过即个通缉犯抑阁咧逃亡，警方嘛当咧追查。救护车赶到急诊室，伤者虽然意识清楚，毋过用手剃头，感觉是真痛。伊就是伫云林虎尾警分局侦察队的姓廖小队长，到院时阵腰骨骨折，好在在生命现象稳定。病患的伤势主要集中在于腹部以及四肢的擦挫伤部分。到院时，病患是清楚的。经过我们一系列检查，发现说病患的一个下背部的部分，在腰椎的地方，第1节到第4节有骨折的状况。23中昼11点左右，云林警方辖区办案，伫台中市的清水区5处之家，围捕一名牵涉庆炮案件的涉过通缉犯，锁定行踪了后，伫这厂房出入口用警车走动去路。迄时阵，姓廖小队长要向前检查，煞被涉过嫌犯开车冲撞，弄到警车甲姓廖小队长对人厂房铁门也弄歪去。歹徒进见我们这帮车那就冲撞那个铁门之后。那波及到我们分局的2台正方车，以及1名廖姓同仁受伤。云林警方表示，姓廖小队长目前伤势无甚要紧，毋过爱留院观察2-3天。另外，涉过嫌犯目前还在逃。台中云林的警方也用车助人，要全力将人解了到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疫情的消息，咱的本土病例已经是连续4日拢增加4万例以下。指挥中心表示，最近反省当慢慢脱离疫情的高关期。毋过，即马离大选敢若剩1个月，确诊者到底敢会当出去投票呢？指挥中心是讲，当咧研究要改做无症状含轻症的患者，就免阁通报确诊，嘛毋免隔离。连续4天，国内本土病例数超过4万例。指挥中心表示，若果趋势不变，最近有希望脱离高原期。23增加35322例本土个案，中重症有179例，死亡有65例，其中1名是4个月查甫婴仔。10月7日，因为发烧到急诊 PCR 阳性确诊，断于5天等去处理后，10月18发烧到40度2度就医。后续出现皮肤有第2条灰抓、喘气困难、血压偏低，佮出现白血症。伫10月20过身。收住加护病房使用广效型的抗生素治疗，不过很遗憾是在住院当中又合并了严重的休克那经过积极的治疗，人没有办法恢复。离9合1大选的日子那年那近，确诊者敢会当提早改隔离出门投票，也加做外界关注的议题。除了缩短确诊者隔离的天数，指挥中心也阁探出新方向，可能修改通报定期，也就是只通报重症还是高风险个案，会当互更较侪人出来投票。那中选当然目前他们的看法是技术上的困难。指挥中心如果说这一个隔离的天数有所改变的话，那当然中选会那边也会相对的去因应那以目前的原则是这样，能够出门就可以投票。
前疾管局长苏益仁认为，国内有99%以上的确诊者症状真轻。过去新冠肺炎封地为第5类，是因为对疫情无了解，中重症死亡人数多，甲无疫苗药物使用。即马边境已经解封，无过隔离入境者，时空背景已经无同。若讲确诊流感的人会当投票，就无应该用法令限制新冠确诊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三大候选人陈时中、蒋万安甲黄珊珊，今仔日因拢去参加客家移民嘉年华的活动，不过这3个人是拢完全无互动。互人问到讲，台北市府敢若将城市博览会预算拆开分线来闪监督的问题，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是回应讲，因拢是依法咧编预算。另外一边，蒋万安是继续咧战疫苗采购的问题，但市长嘛提出3项质疑来反击，又佮讲蒋万安若是知影采购案解密的天数，就直接去做，毋免一直伫遐呛声。北市客家移民嘉年华活动登场，那入白中榜市长郭文德、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国民党蒋万安、加民进党陈时中拢固定参加，但过3位候选人全程拢无互动，将对北市议员质疑台北城市博览会真实预算超过亿，市府刷拆分预算，依法审罚。黄珊珊回应：依法执行，无需要抓风向。台北市的预算都是可受公平，都是可以公开，而且有审计单位，所以这也不需要带风向。我们是依法编列预算，依法执行，所以知法违法，请他拿出证据来。三箭工行继续聚焦防疫，蒋万安公布家己密写的 BNT 疫苗保密协议除外条款，讲突破对手陈时中的白茶会，对手陈时中也提出3点积极反击，呼吁蒋万安知影安全解密，就透过电视去做，唔免一直放话。他也看过某一家的价格，他一直说我挡了这疫苗，那我要问他说，他会不会把这价格对外讲？他也可以讲啊，他如果觉得应该讲出来，就讲出来嘛。对，然后第二个我再问他，第二个就是说，那个价格可以买吗？陈时中胡说八道，全立法院有谁知道疫苗采购的价格？2/3都被李承松涂黑的资料，只有你知道价格，解密的钥匙都在政府手上。选战最后阶段，即摆也传出民众秘书长林金昌甲总统蔡英文设置文档要监督，要加入连赢竞选团队。但是，就表示竞总是经济议题需要，邀请好朋友来协助，大家也拢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南部国民党的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昨暗是举办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那赢的大人物马英九甲韩国瑜等等拢有去徛台。不过会场附近嘛有基进党的成员咧烧国民党的党旗，对马英九、韩国瑜这寡投降派的代表人物表示抗议。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伊就谴责基进党的行为是民主在行倒退。抓到国民党的党旗摕来搭点火，警方看到赶紧冲去要抢旗啊，双方发生冲突，但旗啊已经烧起来啊。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竞选总部22号暗时伫海岸路2段成立，那赢大众陆续出面相挺，这嘛引来认为马英九甲韩国瑜等人是投降派首脑的台湾基进党，直接伫会场附近烧国民党党旗抗议。当中国的专制入侵台湾的时候，台湾将不保，而中国国民党将是跟中国里应外合最大的这个投降派。为着阻挡烧旗，分局长手烧着伤，灭火了后，警方将人带到顶仔卡压摆警告并赶离。副院长洪鼎立立即率警力持灭火器当场予以扑灭，并且依法举牌警告之后强制驱离。面对自家党旗红点火，23号透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陪同高雄市长候选人郭志温参加践行活动的时阵，批评这是民主的倒退。激进党长期做民进党的车衣打手，这也不是新闻。我觉得民进党培养这些车衣打手，来造成台湾民主的倒退，真的是台湾民主的悲哀。基进党烧旗引发南亚不满甲争议，警方强调会保障所有合法集会举行。对妨害合法集会的行为会依法处置。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台南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中共20大结束了后，今仔日是召开第20届的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那习近平就甲咱有个共款，煞咧做第3任的总书记。其他6位常委内底有选出4位新的人选，拢总是习近平这派人。说落来，习近平的第3任期权力会更较集中。General Secretary and other political bureau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正式大门拍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领新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出来。中共20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第20届一中全会选出7个新任的政治局常委，除了亲像外界有期3摆担任总书记习近平以外，也有王沪宁、赵乐际2个留任常委，另外4个新任的常委分别是李强、蔡奇、丁世祥甲李希。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依照中共的过去经验，排在习近平后边的李强有机会接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原本呼声真悬的非常派人马胡春华无入选。也和这一届名单因讲是石家军大胜。我们要埋头苦干，担当作为，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拍破文革以来惯例，摕到3连任，佮提拔家己人进入领导核心阶层，定调未来5年发展方向。何庆祥也表示，习近平的第3任期权力会更加集中。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习近平正做中共史上头一个连做3任的总书记，外界拢咧关注习近平对美中的关系，也有牵连到台海局势动作。学者表示，习近平这届是将高官第2代隆重请了，改用推动航空产业发展的宇宙派为主。学者嘛认为，习近平对台湾的文攻武吓未减弱，美中的关系嘛可能会继续紧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伫中共20代了后，正做中共史上第1位3连败党总书记、甲国家主席。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也顺势换会。长期研究中国领导情形文化学者分析，习近平过去10年爱甲胡锦涛人马竞争，不过经过长年来栽培，这摆因讲是摆脱太祖党，转移力推的航空发展的宇宙邦为主。未来将会怎么样？我觉得未来是他自己下面的人可能要分裂。成为新的派系，技术官僚的2.0和国有企的 CEO 的权力迅速上升，而且呢，宇宙邦呢占据了中央和地方的很多最重要的领导岗位，有2个人或者3个人呢进入了政治局委员。学者分析，航空发展较会激起民众的民族主义精神，而且习近平也改变过去解放军以陆战为主的模式，加入海战甲空战等部分的分装作战模式，对外关系顶悬，想要过来5年摕到更较大的掌控权。在未来习近平新的5年任期之内，他可能希望在台海议题上保持着他的一个主控权。最重要，我觉得当前还是反独促统，尤其是要反对这个外部势力的一个介入跟干涉。那台海议题已经成为一个最敏感、破坏性很强的一个潜在议题。学者认为，在反独促统的大旗之下，因有其中共对台继续文攻武吓未减弱，尤其台海关系是美中关系当中真重要一部分。加上现今国台办主任刘继业无当选中央委员，全面换会之下，习近平一定找一个更加应贯彻对台政策的官员，不只看重两岸关系，更看重一直紧张的美中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访问澳洲，10月22甲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发表共同宣言，除了关注气候甲能源的问题，两国是讲到要加强保卫合作，也有分享情报。日本的自卫队嘛去澳洲做回来演训，就是要来因应中国的军事威胁。
澳洲总理艾巴尼斯甲来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武美贤和记者协商，当然双方会谈的重点伫进行的高峰会。根据上星发表的正式宣言，日澳两国合作的重点之一伫气候变迁甲清气能源。日本有4成的进口天然气来自澳洲，澳洲天然气出口大客户，日本是其中之一。为保障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航行安全甲自由开放，日澳两国拢认为国防合作也是未当欠缺的一部分。安全保障防衛協定、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に向けた連携、資源エネルギー分野での協力など、多義レオ未来日豪間の緊密な結びつきに図る。As part of our increased security partnership, we also welcome today the announcement that Japan's self-defence forces will train and exercise in Northern Australia with the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日澳之间为2014年开始就密切的安保合作，两国各正式建立所谓的特别战略友好关系。不过，以前重点放伫北韩飞弹问题甲反响，未来10年会转向情报交换甲共同演训，目标就是加强影响中国伫印太的军事扩张。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今年的金钟奖伫咧昨颁奖结束，会当看到咱台湾的歌戏是受到真大肯定。那是陈阿兰以嘉庆君游台湾，正做头一个摕到最佳男主角的女性。当美份的名博客栈，嘛得到戏剧节目创新奖。得奖的是陈雅兰，嘉庆君游台湾，恭喜！歌戏小生陈阿兰以嘉庆君这个角色，成做台湾历史上头一个摕到金钟男主角奖的女性。嫁给我好，我娶你。伫庆功宴请男性的西米露展出皇帝架势，陈阿兰以家己做咧鼓励演员继续拍拼做家己，因为无啥物代志是无可能的。获得这个史无前例，可以说开创历史的一个奖项。那我觉得全世界都没有人这么做。那我们台湾走在时代的前端。这在台湾以及世界来说都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它代表我们娱乐产业在过去我们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性别框架终于被撼动。歌戏伫今年的金钟奖除了创下这个历史，结合歌戏甲音乐剧的名博客栈嘛得到戏剧节目创新奖。名博客栈用情景喜剧的形式加现代剧本，邀请不同背景的演员、歌手来演出，和歌戏唔那是古早的传统戏剧，嘛是会使面向市场的大众作品。我用台湾最接地气的歌仔戏告诉大家，歌仔戏一袂浓哦，歌仔戏很时尚，欢迎更多年轻人走入歌仔戏的世界。这个歌戏演员想要用因的热情，让大家知影，歌戏唔但会当伫戏棚卡搬，嘛会当伫金钟奖的台顶接受大家的呼声。我爱台湾，我爱粉丝，我爱你们，我爱歌仔戏，谢谢。记者林书豪、张学水台北报道。台北市的大龙帮保安宫当年的举办保生大帝圣诞庆典，也佮保存放花赛等等的传统民俗，即马是互台北市府认证做无形文化资产。为台北市文化局长李丽珠的手接过证书，大龙帮保安宫和市政府认证做台北市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者，因为因逐年举办保生大帝圣诞庆典。我们一直战战兢兢的，希望把这个重要的民俗把它传承下来。如果我们保安宫没有传承的话，刚刚这个局长也是讲，要到哪里去演出嘉兴戏，到哪里去放活尸。旧历3月14，保生大帝圣诞前一天，保安宫会举办彩鸡的活动，暗时的放花赛，过当天用古法三献礼加过火的仪式替保生大帝祝寿。为1994年开始扩大举办，成做保生文化节，嘛甲原本在地居民请的24戏，转变做邀请各戏曲团体表演的舞台。台北市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当然我们需要101。我们需要总统府，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软体，我们需要的是像保安宫这样的文化祭。
文资审议委员李洪波表示，保安宫举办文化节，让传统艺术文化有机会表现传承落来，因为安尼肯定保安宫。文化局表示，12月会伫北皮寮举办无形文化资产的展览，欢迎民众做伙来体验台北文化的水。记者林书豪张学水台北报道。嘉义县的三脉堂是真积极咧推动布袋戏，唔但举办展览，嘛有咧做戏红仔。有一寡民众嘛去拜托因到修理戏红仔，所以三脉堂嘛变做红仔病院。就是它这里的东西太重，然后它会一直把它往后拉到最后，这里就拉不回去。详细检查红仔的状况，三脉堂的造型师知影红仔的问题了后，就要一项一项来处理。伊讲红仔较侪拢是造型的问题，其中头鬃上歹处理。这个头发是一撮一撮烫的，对啊，它不可能，我不可能整片烫完，就是整片，就是怎么讲，我不可能烫得很快啦，对啊，因为你还要去塑形嘛，然后你还去抓角度，然后恢复它原来的样子，所以这个会比较耗时间。整个维修之后的气色啊，或者是拍照出来的神情，会比之前更好看。就不小心把它弄断了，断成2节，然后想说完蛋了啊，然后带过来就修好了。三脉堂表示，红仔的造型拢是手工打造，时间一久，加减会有坏去的情况。需要修理红仔的民众，拢是支持布袋戏文化的人，所以才会替大家修理。今嘛颠倒正做三脉堂另外一项真重要的工作。所有的人对他们的艺术，对他们的那种对偶的喜爱跟艺术那种热忱，每一个人都说他们的技术很好，对偶也非常的珍爱。咱台湾各县市这的粉丝有收藏红仔，因为红仔出问题了，就是拢直接红仔歹咧，开车就是装来家己表演艺术中心找阮帮伊修理，所以阮这已经是台湾唯一的布袋戏红仔病院。团组指出，台湾布袋戏市场大约有100万人口，这戏迷收藏的红仔有60万身左右。修理红仔虽然互因有机会熟悉真侪人，但是因更较希望会当教民众学会晓这个功夫，替台湾布袋戏文化的发展打好基础。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明仔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是20度到24度。中部地区是21度到28度，南部地区是22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20度到25度，搁有外岛地区是21度到25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报，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